各位同事大家好，平時咧我哋都喺出邊做嘢比較忙，好少大家一齊有時間返到公司坐低去分享工作上嘅一啲經驗同埋心得。咁接落嚟咧，我希望係以視頻嘅形式，更加多咁同大家去不定期咁分享一啲我哋嘅工作上碰到嘅問題經驗同埋一啲心得嘅。咁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同埋探討嘅就係話，一間公司要實現可持續嘅發展，長期保持競爭力，咁有啲咩重要嘅因素呢？咁唔同嘅企業咧有唔同嘅定義，有唔同嘅企業文化。咁喺阿里巴巴呢個企業入邊咧，佢就認為企業成功咧有6大支柱嘅，就分為上山路同埋下山路。喺企業管理中，上山路同埋下山路咧係構建組織長期競爭力嘅關鍵框架。上山路咧就係聚焦於企業嘅頂層設計，包括使命、願景、價值觀；而下山路咧就係關注執行層面嘅組織、人才同埋 KPI。呢兩大系統咧就相輔相成，共同咧就推動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咁上山路咧係指引方向嘅北極星嚟嘅。第一就係使命啦 ，mission。使命咧係企業存在嘅根本理由，回答點解我哋要存在。譬如話阿里巴巴嘅使命就係話，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強調以客戶為客戶創造價值。清晰嘅使命咧就使團隊咧更加凝聚，賦予日常工作咧更有深層嘅意義。咁第二個咧就係願景啦 ，vision。願景咧係企業未來嘅藍圖，定義我哋想成為什麼樣的企業。譬如話特斯拉嘅願景係加速世界向可持續能源轉型，展現其長期嘅目標。願景咧係激勵團隊突破現狀，追求更高嘅成就。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價值觀啦 ，values。價值觀咧係企業嘅行為準則嚟嘅，明確我哋點樣去做嘢。譬如話 Google 嘅不作惡 ，Don't be evil， 強調咧係道德嘅底線。價值觀塑造文化，影響決策同埋員工嘅行為。上山路咧就為企業提供精神嘅內核。如果缺乏清晰嘅使命同埋願景，咁組織咧就容易迷失方向。如果價值觀未被踐行咧，則可能會引發文化嘅危機。呢個就係上山路啦。咁下山路咧就係保障執行嘅根基啦。其中包括組織 organisation， 組織結構決定效率，需要同埋嗰個戰略咧係匹配嘅。譬如話扁平化嘅組織係適合創新驅動型嘅公司，而層級製造就適合規模比較大嘅企業。當然一個企業喺唔同嘅階段咧，應用唔同嘅組織結構咧，都係非常之靈活嘅。合理咁分工同埋協作機制咧，係運營嘅基礎。第二咧就係人才啦 talent。人才係競爭力嘅核心，包括吸引、培養同埋保留。譬如話華為通過奮鬥者文化同埋股權激勵咧，就留住一啲高潛力嘅員工。企業需要建立人才梯隊，以適應未來嘅挑戰。咁第三樣嘢咧就係 KPI， 關鍵績效指標。KPI 咧將戰略拆分為可以量化嘅目標，確保執行落地。譬如話銷售團隊嘅 KPI 可能就係簽單量啦，同埋客戶嘅增長率啦。合理嘅 KPI 咧，需要平衡短期嘅結果同埋長期嘅價值。上山路係下山路嘅實現嘅路徑。如果組織僵化、人才唔足或者 KPI 脫鈎同個戰略脫鈎咧，咁就再好嘅使命咧都好難以落地㗎啦。所以咧，上山路同埋下山路咧，就好似一部車嘅兩個轆，缺一個都唔得嘅。一個優秀嘅企業咧，既係可以以使命、願景引領方向，又可以通過組織同埋人才高效執行。管理者係需要定期咁檢視呢6大要素嘅，確保企業喺變革中嘅持續嘅成長。咁想問大家，知唔知我哋光電動能嘅
嗰個上山路係乜嘢啊？嗱，上山路大家就要清晰咁記得，要隨口都可以講得出嚟。我哋嘅光電動能嘅上山路包括使命，我哋嘅使命就係話讓人人都用上光儲充清潔能源。我哋嘅願景就係成為香港首屈一指嘅光儲充新能源服務商。我哋嘅價值觀就係團隊協作、創新專業、品牌導向同埋分享共贏。咁今日就同大家暫時分享到呢度，後邊我哋再有更多嘅經驗嘅分享。多謝大家。